嗱，崖門嘅甜水蘿蔔又開始摘啦。咁啊，尋日呢有個田主咁啊嗌我，喂，富哥啊，幾時得閒啊？過去拍下視頻，嗌啲人嚟崖門甜水村拔蘿蔔啦喂。咁啊，其實我都好想去嘅。咁啊，但係呢，由於呢段時間啊，都會山莊啲餐飲好撚差，搞到我冇乜心情去玩啊。你諗下，來回2個鐘嘅車程。拍都拍1個鐘啊，搞3個鐘，拍咗出街之後呢，又冇流量喎，又冇人睇，真係冇動力。再加上呢，依家呢都會山莊啲生意係淡啲，當然全世界都淡噶啦。咁啊，所以真係咪喺度諗下點樣搞好啲生意咯。暫時冇乜心情外出啊。咁啊，今日拍個視頻通知大家，12月12號崖門甜水村舉辦甜水蘿蔔節啊！從12號開始，一般1、2、3個禮拜啦，都可以摘到甜水蘿蔔噶，每年都係2蚊斤噶啦。有興趣嘅朋友直接過去甜水村啦。嗱，富哥平時介紹咁多好玩好食嘅地方俾大家，如果大家出嚟食飯，記得嚟我間都會山莊啊！我哋都會山莊專食新鮮無花果雞。我足足俾咗成2斤嘅新鮮無花果兩煲湯，啖湯又潤又清甜。依家仲有黃毛兔食啊，好嘢嚟噶！啲肉又結實又唔酥，而且仲有禾草味啊。同樣還有清湯羊食，我哋今年呢用嫩羊嚟做清湯羊，食羊排肉。啲嫩羊啊又唔酥又唔韌，而且仲有奶香味啊！想食嘅朋友就嚟都會山莊啦，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啊！